第二章，但是你所讲的总着合伫迄个纯正的道理，苦劝老人着有节制、端庄、自守，伫信心、疼心、吞忍的顶面，拢着顺全无瑕疵。搁苦劝年老的妇人人，举止行动着恭敬，无讲白贼话，无甲酒做奴仆，用善道教示人，通指教少年的妇人人，疼丈夫，疼囝儿，谨守贞洁，料理家务，款待人有恩，顺服家己的丈夫，免得上帝的道理受诽谤。搁苦劝少年人着谨守，你家己凡事着显出善行的模样，伫教示的顶面着正直、端庄，言语顺全，无通指摘，互迄反驳的人，既然无通讲咱的毋对，就家己觉得见笑。苦劝奴仆着顺服家己的主人，凡事讨伊的欢喜，毋通忤逆的，毋通偷摕物件，着显做忠诚，直到凡事遵行咱的救主上帝的道理。因为上帝救正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示咱除去无敬虔的心，甲世俗的情欲，伫今世自守、公义、敬虔度日，听候所仰望的福气，搁听候至大的上帝，甲咱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伊为咱放杀家己，要赎咱脱离一切的罪恶，搁洁净咱，挑除做家己的子民，热心做好。这个事你着讲明，苦劝人用特等好的权柄责备人，毋通互人看轻你。